投票啊，千万唔通无代志找代志做，掠到遐小家。总统立委选举正假日噗噗，有民众发觉伫咧中华二林、民进党候选人，还有总统撰文的选举看板，互人乌白喷擦迫害。另外，伫咧嘉义破主开元路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，还有立委候选人的选举看板，同款嘛是互人乌白变。有的上火烧破骨头空，有的是配分两接。警察调路口监视器电眼锁定3个嫌疑犯，抓到手真的人。伊嘛甲警察讲，是因为无代志找代志做，因为趣味好耍才会安尼做。路口的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停伫电火条头前，伊喙内无槟榔，立骹尾为人的看板配分两接，煞落就赶紧走去。镜头来到另外一个路口，拄则这个配分两接的查甫人，佮骑脚踏车找后一个目标，煞落佮骑机车的人会合，两个人做伙迫害人的看板。嘉义县朴子市开元路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立委候选人的竞选看板，互人迫害。红色的分两只配伫咧韩国瑜的相片顶的，唔那安尼，另外一面看板佮互烧一空出来，敢若拢是针对韩国瑜的。都被打火机烧破一个洞，然后前后两边都是有被涂槟榔汁这样子。警方调看路口的监视器，锁定犯案的3个嫌犯，顺线掠到人。嫌犯讲，敢若是感觉好耍尔。经询犯罪嫌疑人均坦诚不讳，并供称他们没有政治立场，乃是因同侪间起哄觉得好玩。那嘉义伫中华县立委第3选区，民进党候选人出来拜票的时阵，看到家己甲蔡英文总统的竞选看板，互人喷擦，就随报警。候选人正式提出毁损告诉以后，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进行现场的勘查采证，在调验3处的监视器，所有的侦查作为都在积极的进行当中。虽然无政治的动机，毋过竞选看板互人迫害，嘛互候选人足无奈的。选举伫要到啊，警方加强巡逻，避免同款的事件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